我係一個過來人，因為喺2020年嘅時候咧，我就確診咗中度抑鬱，但係咧已經係最高分數㗎啦，爭1分咧我就係重度抑鬱。但係感謝神，神教導咗我一個方法，咁我咧就先食咗藥先嘅，因為好嚴重嗰陣時食咗藥，但係只係食咗短短6個月。神教導咗我一個特別嘅思維方式，我就從呢個抑鬱症裏邊走到出嚟，而我係好想將呢個方法去推介俾所有有情緒困擾嘅人。呢個訓練系統嘅名叫做多重性可能思維訓練方法。其實呢個方法係源於咧我讀演藝學院30幾年前讀演藝學院頭1年嘅方式。呢個方式咧係包含咗幾個範疇嘅，包括咧係喺冇劇本嘅情況底下咧係進行演員同演員嘅溝通交流，要學溝通。第二咧就係一啲心理嘅遊戲嚟到提高演員嗰個心理質素。第三就係咧演員係要學識表達內在嘅情緒。咁我發現咧，其實剛才呢3個範疇裏邊咧係好適合，尤其是我係過來人，幫到情緒病患者咧由嗰個低處咧行翻出嚟。並且整個訓練系統都係用一個遊戲嘅形式、體驗嘅方式，亦即係話係一個沉浸式嘅劇場方式，令到啲人咧好愉快地令自己嘅思維唔好咁狹窄，覺得所有嘢都係冇可能，而係變成包羅萬有，因為乜嘢都係多重性可能嘅。